甲搞，我查囝饲便便呢，要互你做某，你无爱无大劲，你搁甲即个毋正人斗相共，安怎？你是认为讲阮查囝当作是粪扫是，无人要顶啊是？太传，啊，若是认真讲吼，你对阿霞吼无太传的一半啦，你凭啥要娶阿霞？师，莫安尼啦，你安尼讲吼，我对英俊啊歹势啦。歹势啥？世间就出你这上戆啦，某娘人，还搁用白食白大。话你要离开家无？阿爸，师，遮阮兜呢？安那？恁兜我袂用你管伊是？无，自细汉就一日甲我照顾，输我食，输我穿，你要讲啥拢无要紧。啊，你点点啦？你要离开无？阿爸，英俊已经安怎？你要甲我摸伊是？师，你先啊！哎呦，你个爱生气哦，踮着气甲安尼，身体爱顾啦。啊！阿爸，英俊已经往卡上赶出来啊！啊，你即马搁我赶，你是要叫伊去倒啦？坤上伯，请你将阿霞叫我做母好，无放弃阮兜的一切。即嘛是我表示我艰辛的时阵，请你答应阮的婚事好。唉，石无啊说心肝有够雄啦。我坤上安尼歹性地，我嘛唔敢讲家己的事势甲挂出去。师，哪有要紧？人歹滴的吼，你拢甲捡转来啊！加捡一个就加一个，甲你友好啊！你就加一份福气啊，对无？就亲像我嘛，我即马就对你安尼足友好啊，对无？你这个戆囝吼，你拢起来。我你偷笑啦，拜拜。是啊。啊，着吼，阮即个孙吼，最近吼较到镜头啦。我想来遮烧一粒香吼，希望这是明道保庇啦。认着啊，顶回吼有较歹势，啊你来阮厝里吼，我拄啊伫咧骂阿霞啦，哎实在吼足歹势。迄无要紧啦，但我嘛毋知因两个少年的会替咱两个老咧斗牵人线。我若知影吼，我嘛歹势去。是啦是啦。哎呦，迄少年的笑够懵懂啦！啊，咱食到即个什么岁数啊？讲甲你牵什么红线啦？你最近哪会面试这歹人啊？算毋知讲叫石母啊，说因母囝哦，气一险错个呢。啊是安怎？少年的代志还未圆满上？啊是要安怎圆满？啊，若是讲到即个婚姻吼，都要有好野人骗上吼，我才无爱，叫伊较早困的。阮查囝哪用你随便去用欺负你？坤上啊兄，即马时代无共啊啦，人少年的若好就好啦，要好命歹命，拢是因家己拣的啊。等我三个后生娶新妇，拢嘛是我甲因拣的，甲因看的。即马新妇娶啦，我身躯边拢嘛无甲半个。咱有当时啊，若想要看一粒孙吼，嘛着等这孙破病，才有通互我抱一个。你有三个后生哦，啊我一个查囝尔，啊无足凄惨。查某囝颠倒靠我老爸哦。即个囝婿若甲你有共心吼，查某囝嫁出去，
你我加一个后生出来啊！应该来啦。英俊，无咱斗阵来恁朋友遐上班好无？那边哪会用的啊？那会袂用你啦！你本来毋是要介绍我去遐上班？迄是因为我换鞋啊抢啊，我做总经理嘛，即马啥物拢毋是啊啦。莫讲我想要甲你应头路啦。今日我若想要去遐食头路，我若无笑一顿啊，初八伊讲要请我去。安尼那是算朋友啦。啊无，咱另外来找别款工课好啦。我三样管工人啦，你讲叫我做新劳，我嘛毋知要为倒做去啊。英俊，感觉你也真是离开你的厝内，你有无法度生活是？啊，做新劳人是会通趁偌济钱呢？啊，我看我也是转来找人敲送啦。我家好喙无定着已经去啊消哦。袂用的啦。刘三一直甲你当做是好野人囝，袂堪要食苦的，无可能为阿霞来牺牲呢。结果你这边离家出走，表现了真有气魄，一担心就拄啊开始要甲你接受呢。怎么你搁要转去树老林堡？啊，无彩情啊，细面了鸟啊！也毋过，我无厝无车也无钱啊。我甚至3顿个拢无下落，我愈想愈惊。英俊，恁卡送就是看你袂当食苦，毋再甲你赶出来。哎，等你有一天，若是伫咧外口袂当忍耐，就会转去厝啊。啊，你转去厝，就是表示讲你软正失败，你绝对袂用转去啦。你要用你的力量哦，家证明讲会当一世人甲我斗阵食苦拍拼，拍拼咱家己的将来啊。对啊，上无过我这个航班来甲你斗3工，放心啦，袂互你安怎艰苦着啦。你看，我今日去菜市啊吼，买一寡鱼肉啦、猪肉啦，转来要互你食啦，袂互你配菜脯啊啦。所以你对家己一定要有信心，对阿霞要有真心，因老爸才会放心，哦，啊我才会甘心。我也免你来救济啦，你拼死要趁我，才是要起笑我是吗？英俊，泰全是你上好的朋友呢，你哪用讲这种话？好啦，我大脚粗汤安尼无好啊！啊，太全啊，甲你囥喺心肝内，囥甲恁阿爸，甲伊当做是囝婿，伊安尼算啥朋友咧？你上困难的时阵，是谁人对你上好？你家扪心肝想看卖啦。啊好啊好啊好啊，伊心情歹歹，我互妈妈会无要紧啦，看伊会较快活袂啦。你爱人骂啦，咸鱼菜脯配料好势好势，就去买什么青菜啦、活鱼啦。欸，啊你家己咧哈？你是安怎一工甲毋过赶迄好料的便当来互食？英俊，你真是袂堪去食苦是？啊，我啊好好好，恁家己去参详，吼，拜托诶，莫阁伤两，两甲感情拍歹去，就无采逐个斗阵遮久。杨医师啊，到底是安怎是？哦，你有啉酒是？酒哦，有啦，啊昨暝吼有啉半罐啦，啊剩下迄半罐我按说讲用啊还要搁啉啦。哦，我是讲你敢有啉酒习惯？酒哦，还人是无人你的啦，啊着一工仔若无啉酒吼，啊规身躯敢若酒痰伫咧舀咧。爱解哦？有啊，我有咧解啊，我较早啉迄海头啊啦，啊尾啊改啉红露的啦，啊红露啉了袂够开吼，即摆改啉迄款迄落高粱的啦。啊，最近哦，感觉身体关系无啥好吼，我啉款补药酒啦。了解，我看你这乐观的，我直接甲你讲好，你要管有硬。
你是讲会死于种人？嘛，毋是安尼讲咧。照你的情形看起来，你的机会应该还佫有一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是啊，煞点点安尼看。真久无煮红食，还毋知影会下味袂？对，可以啊。安那，无转去看恁阿母。无啊。啊，若是讲要嫁娶，你敢会当无好主意？阮卡上啊点头吼，我哪互伊注意啦？爱若摇头，我家己来注意就好啦。你真是遐坚心？关小伯，我毋是咧滚笑的啦。是讲哦，恁做事实的人吼，这世道人心情，你来加减爱家考虑一下。恁卡上哦，若会当忝头吼，安尼大家就好来好去啦。关小伯，你的意思讲阮卡上若忝头，你要答应我甲阿结婚是？既然你都遐坚心啊，我搁再动落去，只有是做做尔啦。唉，回去吼，较早结结的啦。爸，杨子，我问你咧，假使讲恁阿母若无同意这门亲事，那呢我爱知影讲，恁借家的财产伫你名下有偌济？拢无啦。安尼也是好啦，莫去用假讲话啦。还是讲以后恁的生活是要安怎过？我嘛毋知。我两个都互因去上班啊。你若爸甲咱无欢喜的款，因为那因安尼啦。我可真正毋知啊。
箱啊，你毋捌看着吼？毋捌咧。这张箱啊，甲一本簿啊，我本来就甲等伊徛遐底，是太早人甲阿霞去甲我捡倒转，我就咧甲妈讲，啊你捡倒来要创啥？是别人要去楼咧做假装哟。你先看见这本簿啊，这本簿的内面有我一生中的经验甲心血，迄啥物菜甲啥物料理，啥物秘方。拢总写伫迄种内底，无定着这是天意啦。我早就要老啊！恁若是肯学煮食，这三代就恁食袂空哦。爸，你认为安怎？好啊。起厝的代志，甲你讲，你敢袂当做出的事？啊，迄当然是无法度啦。要毋过，文生啊会当代表公司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嘛，歹势啦，互你早到对遮来。你若有啥问题，股东会啊交代先，我就知啊嘛。哪会着遮艰苦去走一撮咧？啊，你是啥物身份？徛踮遮咧甲我讲这话啊？就凭咱公司的总经理，应该有这个资格向你报告遮吧？你总经理？无毋对，阮爸爸将公司的股份交互文生啊来经营，董事会嘛通过文生啊做总经理。武勇则无遐尼大方的。这股权对一个警察来讲，不是叫做大方，是叫做疼惜的事实。警察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这股权对一个警察来讲，不是叫做大方，是叫做疼惜的事实。警察？无毋对啦，然后准备要和文生结婚啊！啊，对啦，有时间再来访请啦。讲要嫁翁就嫁翁，啊这查甫人穿便便咧等。妈，你讲话了了看所在，无到时我变面，你毋通讲我无该当做时代咧看。啊你甲我讲话，你毋通鬼鼻孔出来。反正公司讲要起的迄批犯事，到即摆乃无消无息。佮过半年后等佮讲。半年？啊你遐钱毋囥到我咧周转？妈，你实在信用是谁转袂过来的？毋免你管。反正我甲恁老爸是老朋友，我毋则摕遐钱出来投资。公家生理，敢免法庭就停审。哎哟，这我都毋捌啦，我嘛毋敢黑白讲，我若黑白讲，敢是搁互你骂讲我是假高尚？啊你讲安尼哪对？安尼毋咧糟蹋我？我知啦，你还搁伫咧扣分，用出来甲你妈遐个微信。实在你安怎讲啦？啊，你若感觉我的话伤过酸，你就叫英俊来甲我回信咧。到时我就食一寡甜，讲一寡较好听的话互听。妈，我看你气甲安尼吼，啊无规气啦，甲你遐一丝丝仔讲吼，退退啦，较免咧气身落命啦。我就安尼想着着。想是想啦，啊，不过你还想好呢。这照法律的规定吼，这若是要退股，爱互公司扣袂少钱呢。妈，啊，你敢算会好？你现在食我遐尼高？妈，你毋通安尼讲啦！你生意做遮久啊，你讲这话敢袂伤过我？搁再讲，你投资遐几百万，对我来讲，是点仔意思就好。我若袂较好个啊，就安尼啦。规气你讲我一丝丝仔讲，退退啦，但免安尼气嘛。我是看恁两个会当相背偌久。